轻松唱。万国万民啊，你着多多来欢喜，万国啊，你着多多来欢喜，看哦，一定到这世间，看。你君王应记领到这世间，你的君王已经领到这世间，已经领到这世间，已经领到这世间。万风起风，伊是万风起风，万风起风，万主万主起主，万主起主，伊永远守高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边几句，这边来一下，乐团就好，圣歌队就好。对啊，第三小节哦，来，先弹我们的音哦，来，1、2、3、4。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所以有3个哈利路亚，3个哈利路亚都是唱完的。来，再变1 and 2 and 3 4。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然后记得，第3个是大声的哦，前面2个小声，第3个突然大声哦。来这边，1、2、3、4。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继续，阿门，阿门。哦，对，很好，好，来，请起立。不错哦，很棒哦。好，站进来哈。耶，哎，哇。
好，翻译组，谢谢。这个小白讲。唱第二节吼。青翠的草坡，树木的空路，春天美丽树花草花，浪不及飘散，浪不及飘散。你和我有相见快乐。好，咱看注意，第一抓的后壁是树木、草花，甲拢不及耶稣。好，这首咱较熟，咱做伙来唱另外一首。合意的心。咱先来听金段一遍吼。咱做伙来唱一摆。万事强比温柔
唱第363首来礼拜心。也这平安，咱这时要来开始咱的敬拜，咱要用神甲诚实来敬拜上帝。我用静声。恁着反悔，因为天国近啊。行洗礼的约翰来，是为主备办道路，叫人悔改离开罪，重新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当咱点到第2季6节，也是提醒咱着离开罪恶，准备拍开咱的心门，欢喜耶子
主耶稣进入咱心中。三甲的吟圣诗149首的美妙主耶稣，请咱起立吟全首。美妙主耶稣，万民以冠歌，你本是神，正最世因，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最我君王，美妙的草坡，就那的甘露，春天美丽，秋白草花。拢不敬耶稣，拢不敬耶稣，你予我忧伤变快乐。美妙的君王，万邦所敬奉，为着我罪，欢喜感谢，永感甲尊贵，稳定甲慈悲，永远到永远拢属你。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启文36篇，启文36篇，我来启，兄姐来用。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咬喙焦行木义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伊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家落骂恁、困着恁、诽谤恁万项的歹，就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酬是大。大家来祈祷。伫大降节的时，
遐每一支蜡烛代表有无共的意义。伫这个节期，伫主的面前，我们要来反省家己的信仰。我们要甲主你建立亲密的关系，祈祷、灵修，甚至伫眠床纪念你，伫眠间逐天笑念你，伫每一天无用辛劳还是艰难的时，无受迷惑，犹原敬醒，爱有好的行为，做好的模样，有得罪主的行为，求主你赦免，洗冤清气，领受主的救赎，有主的疼，用疼来互相服侍。感谢上帝，透过耶稣的出世，甲阮同在，以马内利。我们仰望主，求主互阮有气力，互阮的灵命更新，阮备万心，要搁迎旨主搁来，我们大声呼叫：主耶稣啊，你就来！今仔有守圣餐，互阮甲主耶稣同坐倒。我要搁一遍思考圣餐的意义，就是主透过圣餐甲阮立约，照着你的受难定十字架，互阮的罪得到赦免，甲上帝和好，得到上帝的恩典。伫你的国活中，愿搁得到新造的生命。这救赎恩典临到阮每一个人，求主嘛，互这的恩典临到超找你的人。我来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圣歌对俄勒万民称颂。
来恭读上帝的话，伫新约以弗所书4章第1节到16节，伫221面。所以我惦伫主最受欢的肯定，惊代志着合伫所受的调，凡事谦顺、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第以修圣神所赏赐的合一。因为体一个，神一个，亲像恁所调的梦也是一个，主一个，神一个，洗礼一个，上帝一个，做正人的爸，伫万有的顶面，贯穿伫万有，点伫万有的，总是用恩典，互咱逐人是照基督恩赐的分量。所以讲，伊升悬的时，就掠遐个受掠的，也将这个恩赐分互人。但既然讲伊升悬，敢毋是伊捌降落伫地面吗？迄个降落的，就是迄个升悬伫这个天的顶面的，要充满万面。伊所赏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先生，为着要互圣徒招庇，来做找用的工，去做基督的身体，得到正人伫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到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忠诚迄般，要互咱无过做囡仔，互逐样驾驶的风摇拽漂流，中着人的诡计甲瞒骗，得到互人差谬的法术，是点伫仁爱讲话真实，互咱伫万行渐渐大。到伫迄个最头的，就是基督，对伫伊全身结合连结，就是对百节的三接应，照逐体该言的运动，得到身躯那中大，伫仁爱家己去做。以上。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ยิ้光，一生我也主。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ยิ้光，一生我也主。牧师讲道，今日要分享的是第一受圣神所赏赐的合一。乡下这大家平安真是稳定，咱各位当参加组织，今日要甲主参加祈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大声做伙来祈祷。慈悲怜悯听愿的主，万权能的上帝，阮是何等不配的人，总是得到你的救赎稳定。阮也是软弱的、愚妄的，需要你的智慧。愿主你的圣神灌压、帮助阮，柔软阮的心，互阮的心成做一个好的田地、好的土地。阮的心是土地，
要种落你的话，若是温群来栽培，就袂结实最多。愿主你的听，稳定踮伫阮中间，将讲道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圣神，同心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好，咱来继续以弗所书，第4章，总是我是讲第3章，伊犹原伫遮有讲到，保罗是做囚犯，伊毋是为着家己犯错，做毋着代志，偷摕，甲人欺骗，自私做歹代志去掠去关。保罗的被关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就是咱拄则所启用的8福内底，第8福就是为着伊来受捆绑，为着上帝讲伊为着别人的好处。保罗讲：我即个保罗，我即个人，我毋是做毋着事被关，我是为着别人的好处。这点就无简单，咱常常是为着家己的利益牺牲别人。总是保罗先生是为着外族人、外邦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伊甘愿付真大的代价。伊甘愿付真大的代价，被关。总是伊讲，我为恁祈祷，毋望恁也为我祈祷。这是第1章到第3章，然后第4章开始，咱要进入到一个主题，就是第1节才讲的讲既然是安尼，上帝已经互恁成做一体，合做一家外邦人，化外人也是犹太人，不再分彼此，无搁分你甲我，拢平平是上帝的囝儿，拢进入到上帝疼囝的国度。进入到光明，离开了黑暗，咱就无搁分彼此啊，也无分关系。什么人较高读册，什么人较高趁钱，什么人地位较悬，拢无分。就是保罗有一个感动，一个愿望，伊就开始讲第4、第5、第6，就是讲咱已经得到恩受掉，咱要怎样行代志？符合伫即个所受的条，所以第4章第1节伊就讲，即个保罗，共款是即个保罗为主做囚犯的苦劝恁苦劝，因为保罗知影过来即个代志无遐尼容易做，无遐尼容易，所以保罗也知影讲，足侪人愿意做，但是做袂到。但是保罗无讲算啦，放弃做袂到，合意太困难啦，莫合意好啊。保罗犹原讲，我犹原劝恁爱合意。真是保罗捌劝即个寻都基即个两个姊妹讲毋通冤家失和，无采恁做遐尼水的工，无采恁无论伫即个教会做遮尼水的服侍，结果因为无合意，因为这个冤家破坏了恁的圣工的工程，无彩真无彩。保罗讲安那呢？讲既然恁蒙恩受掉，亲爱兄弟姊妹，我伫主的内面苦劝恁。既然是安尼，行代志就合伫所受的条。恁对当开始行代志，做一个基督徒，爱合伫即个所受的条。行洗礼，约翰也讲，恁来洗礼，要来洗礼，恁的行为行事为人，就爱与蒙恩的相称，与这个甲即个洗礼了的身份来符合。我就想到一句圣经，伫罗马书第8章，才有讲到这个受掉的意思，进一步来解说。所以无事，请咱拍开罗马书第8章，第一汉字是178面，178页。
第28节到30节。这有一句话，咱足意外，常常在讲的，但是咱拢讲头前一半尔，无讲到后壁所以，咱来看28节，咱做伙来读好无？预备来，搁咱在万行事三角内，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旨意来受调的，我重点放伫后壁受调的，总是头前半段咱非常熟，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伫原文意思就是讲，照这一些属伫上帝、比上帝好调出来，听上帝人拢得到利益。万行事三角来，万行事斗来，无论好事还是歹事，一定会来。什么事临到你，你毋免惊。这是咱常常在讲的，但是而且讲到受调的，然后咧29节咱继续看因为这个受调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底下就在解说讲，保罗罗马书犹原是保罗先生所写嘛，讲因为伊这受调就是上帝大先知影的，这个毋是先知大先知的，毋是大先知的上帝大先知影一寡人，佮大先定着因甲伊的囝，就是耶稣基督相款，也是共款，正做一个模样，互伊就是主耶稣伫遮尔济上帝囝里，遮尔济兄弟中间安那做大囝，就是长子啊，佮30节，大先定着就调因。所调的称因做义，所称做义的，互伊有荣光。所以有新亚甲对遮就发展一个议定论。我也相信这是真奥秘的事。总是我知影，上帝的确伫创造世界以前。就竞选一寡人，咱还未来到这个世间。诗篇讲，这个咱的日子拢写伫伊的册，毋是讲上帝已经写好啊，剧本已经写好，咱一定爱照这个剧本来演，安尼咱就失去了自由意志。是讲上帝超越时间，超越一切啦。上帝伫一切顶面贯穿一切，伫众人的内面。Above all, through all, in all， 上帝是遮尔大，上帝无时间空间的限制，上帝所以知影，咱会怎样运用咱的自由意志来做出决定。上帝也知影咱是顺服的，还是悖逆的；上帝也知影咱是谦卑的，还是骄傲的。所以以色刚雅各出世的时阵，你有注意到这句话无？已经定好啊！上帝已经知影，毋是讲上帝强迫以色爱做这个决定，卖大囝的名分，是因为上帝已经知影，已经讲将来细汉的会变做大汉，大汉的要服侍细汉的。上帝知影，毋是上帝强迫，安了解意思所以上帝伫创造世界以前已经竞选咱，无说咱拢是被竞选的，我也相信。总是咱被竞选，我想有一个最要紧的原因，就是因为咱有一个谦卑的心，意思是我需要。咱若是认为讲我无需要上帝，我无需要这个救恩，我靠家己就做了袂歹啊，我无啥物犯啥物大的错。甲遐个歹人比起来，我算是一个袂歹的人，可能是啊。伫社会标准，伫人的眼光看，这个人袂歹，迄个毋是基督徒，迄个主持真好，是无毋对。但是咱可能得救的迄个关键，就是欠缺一个讲谦卑，我需要，我体会到，哇，靠家己我是无救啊，我无可救药，我无法度脱离这个，互我做出无好的事，包括对人无好、伤害人。今日特别牧师也要讲，去骄傲，看家己比别人较好，
看袂起一寡人即种的心出现的时阵，咱家己爱有所即个觉悟啦，吼，讲即款人是我是真害，我有可能是变做即款的人。所以伫罗马书第8章第28节到30节，写着有讲到，咱已经是被拣选、被蒙恩受掉的目的，毋是只有为着得救。受掉的目的，才有讲嘛，为着要互咱甲耶稣同款，毋是要甲耶稣生做同款。因为耶稣生安怎，咱嘛毋知影。咱毋是要忠诚耶稣基督的即个身量，毋是要讲甲伊的身材还是面型同款，是要甲伊的性情同款，是要甲伊安尼温柔谦逊的生命品质同款。每一项拢无相像，有同款无同款的即个温顺甲色，但是咱应该爱有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意念，伊的性情，这是咱爱追求的。所以耶稣也当讲，请恁来学我，恁就学我的心温柔谦逊，谦卑佮顺服佮谦逊，就是讲耶稣已经足够啊，无人比较，但是伊袂掠家己比别人高。保罗也讲，恁也是当学我，因为我学基督，我也甲基督同款。彼得也当真夸口，但是伊讲除了十字架，我无夸口任何。彼得也真谦卑啊，保罗讲，我为恁祈祷，请恁也为我祈祷。有无？咱伫以弗所书伫每一个批信也讲到，照你讲彼得啊，保罗为什么伫讲彼得？保罗伊是属灵，非常属灵，非常熬祈祷的，但是伊阁知影讲需要别人为伊祈祷，谦卑的体，而且伊知影，当别人为伊祈祷的时阵，毋那伊得到利益，减在迄个为伊祈祷的人得到阁较大的利益，因为你为人祈祷。所以无论你是长老、牧师，你毋通客气讲啊，免为我祈祷。咱明年要起造团队三体祈祷，就是你爱为你的会长祈祷。牧师也毋望恁常常为牧师祈祷。有时我过去有一个迷思讲啊，你我记得表讲我真寒慢、真不足，所以恁爱为我祈祷。尾我慢慢体会讲，祈祷不只是帮助着我。上帝也听到咱彼此代替祈祷的迄个声音，你关心一个人，你才会替祈祷嘛？敢毋是？你无关心一个人，你太会浪费时间为祈祷。所以你祈祷这个内面就包括着听的关系，所以真好。伫遮也讲到第8章讲耶稣是咱的兄长，伊是大囝，咱就要学习伊的模样。咱有囡仔拢知影，大囝无论查甫查某啦，第一个真要紧，你甲第一个带好。阮兜三个囡仔，穆恩若是带了好，弟弟妹妹就安那较好教，敢毋是？伊就缀哥哥嘛，哥哥真有规矩，食饭了碗拢捧去。转来册包放好，弟弟妹妹就有样看样。总是伊若是真调皮，弟弟妹妹嘛会学伊真调皮。所以咱也有当自我勉励讲，我着爱亲像耶稣，互我身边的人，互我的囝儿，互我身边属灵的即个弟弟妹妹会当学我，互我。亲像耶稣基督安尼，有好款，好的款，毋是歹款，有好的形象，温柔、谦卑、吞忍、忍耐、知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所以这是真水的一个目标。好，所以第一个，咱来知影。咱拢是蒙恩受敬。第二个，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谦卑？有诶翻做谦逊，
有诶谦做谦虚，吼，到底什么是谦顺、谦卑、谦虚？吼，这是拄则我所讲马太福音，咱无显袂要紧。11章29、10句，耶稣讲：我诶心内，我诶心内。耶稣所表现出来就是温柔谦卑、温柔谦顺，但是迄个是对伊的心，伊真正是安尼发出，所以伊的行事为人会当互人感佩。哦，所以恁着学我，就是学耶稣安尼。耶稣讲：我的胆是快，我的胆是轻。恁着学我，恁会得到安息。因为骄傲的人其实活了真辛苦，伊着伫处处伫互人比较。我要比别人较牛，我要比别人较强，我要比别人较猛，我要比别人较好。伊其实生活了真忝，伊的人生不时拢在竞争，拢在比较，我有较厉害无？吼，伊是活了真忝，有时嘛无活伫上帝心意内面。好，所以这个凡事谦顺、谦卑、谦顺、谦虚，吼。谦卑的对面是什么？什么？骄傲。好，有人讲骄傲，有一本册刚刚叫做《傲慢与谦卑》嘛。哦，谦卑要骄傲，意思就是伊心内骄傲。哦，啊有时表现无出来，啊有时无说你就表现出来，看袂起别人。我较好，我较高。哦，这是骄傲。但是骄傲的另外一面，哦。谦卑毋是当然毋是骄傲，但是谦卑嘛毋是自卑。自卑是啥物？自卑就是看袂起家己，骄傲是看袂起别人。自卑是咧看袂起家己，就是陷落伫拄则所讲的比较竞争的内底。你咧比较，所以当别人比你好的时阵，你就看袂起别人；当你无比别人好的时，你就开始自卑，你就看袂起家己。所以自卑甲骄傲其实是同款的。那到底什么是谦卑？谦卑就是看家己看了拄好，合宜，合乎中道。亲像耶稣，伊知影伊是谁嘛？伊是上帝囝，伊本来有上帝形象，伊何必去甲人比较？伊知影伊家己的身份，咱嘛爱安尼。所以恢复这个正确的态度，第一要紧就是你知影你是啥，你是受调的，你是上帝天父上帝眼中的宝贝，上帝甲你做成安那，你就接纳。上帝照咱本人的面貌就接纳咱。有人这行我行不要紧，咱做伙来努力、诚实、忠大，亲像耶稣基督的这款的品行。我说，请咱来看一位的圣经，是腓立比书第2章，这是非常宝贝的圣经，我嘛非常爱这位的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这就是讲到耶稣怎样来谦卑，保罗的文学，也是讲伊的文笔，实在是有够好。咱就来看第2章，第1节，我头咱听就好，226面，226页第一汉语，其他圣经嘛差不多新约200多面的所在，保罗嘛是安尼，所以保罗是非常亲切地甲咱讲话，讲所以啊，亲爱兄弟，所以恁若踮伫基督有啥物劝勉，也是啥物人来安慰，也是恁有得到圣神的这个交通无，圣道有相通无？基督的听有激励恁无？恁的听有互相安慰无？若是有，恁就安那动心志、动仁爱、心心和合、心志专一，就是咱今日的主题。恁若是有怜悯、有基督的听、有敬正人、有谦卑的心，恁自然就会进入到一个合一的群体内底。但是咱如果迄个骄傲的目睭、骄傲的眼、骄傲的心，甚至快跑行恶的脚，只要咱无拄去，咱就无法度真正的合一。迄个合一是虚假，是表面的，是哈哈，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是平安来平安去，迄是假的合一。真正合一是真正有听，互相关心，保持迄个合一的关系。你有在观察你甲人的互动
当然无输，逐礼拜留甲握手的时候，我嘛真望我所予你的，我所给出去的是一个温暖的眼神。但是人有时就是情绪的波动，有时我的心情嘛受到影响。如果你感觉无输有一届握手的时候，还是甲你招呼的时阵，面露凶光，我甲你回信咧。有时我不自觉，但是我望我所予人的给出去的是一个温暖的眼神，是一个亲切的、关爱的、祝福的。所以伫遮讲了实在是我非常的感动，就是你看保罗安尼好讲歹讲安尼，真正是苦口婆心。基督的听有甲恁激励无？若是有，恁就爱安尼，恁就爱相听，保持这个圣神所属足无容易，得来不易的合一，唔通轻易甲破坏去。家庭若是合一，就温暖；冤家哇，就艰苦济寡，所以你要保持。团契服侍同工内底拢是安尼，咱今日要守圣餐，就是各一届 unity 合一伫基督内底。欢迎记那属伫伊的人，毋是讲欢迎记那生了较可爱的，欢迎迄个读甲较好的，欢迎迄个奉献较济，毋是欢迎记那有即个意念，讲我是基督身躯的一体，我是基督肉体的一体，我就是教会的成员，我是上帝的囝儿。有即款认知的，拢欢迎来守主的圣餐。当然你爱洗礼，认同即个信仰，做信仰的个别。伊讲，既然是安尼，恁就毋通阁分党结派啊，莫阁分彼此啊。即个甲我较马子，迄个我看了无介意，莫阁安尼啊啦。你逐个你都爱调整你的眼光，去欣赏着别人。真正谦虚就是讲，你会通去欣赏着别人，甚至去欣赏迄个你原本有淡薄仔甲伊讨厌的人。得罪你的人，你拢看伊安那无好。但是上帝就是爱挑战你、考试你，迄个你看无俗看无顺眼，甚至讲较歹听，看袂上目的啊！你看不起的，你去欣赏他，其实他有你不知道的优点，他有一些地方比你厉害，你知道吗？可能伊比你较单纯，比你较有疼心、较有怜悯，较搞传福音，拢无一定。你毋通用你家己比伊高的所在去看轻别人，所以伊讲安那第3节，毋通激动啦，嘛毋通为着这空空的荣耀，伫遐伫争取啦，无啥物荣耀，无啥物人的荣耀。荣光拢归伫上帝啦，独大家用什么的心？谦顺的心，看别人安那较赢伫本心，就是安尼。我退到尾啊，就是安尼。讲起来有够简单，但是如果咱无底意、无清楚，就无法度应用。嫌看别人比家己高，咱讲骄傲就是看家己比别人高，拄好倒边。无你顾家己，嘛爱顾别人，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这就是耶稣的心肠，耶稣的款式。伊有上帝形状呢，伊本来是上帝对上帝出的上帝，伊竟然放了家己的，这叫做放下身段，无掠家己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何本还做为强夺的，就是讲。这是我的，我绝对唔肯放下。这是我的特权。我去看医生，我拢要排队，我拢要 VIP。你放落这个特权，然后呢，摒空家己取迄个奴仆的形状去服侍人，正做人的样相，佮屈给家己顺服到死。对上官降落到上帝，死里家，所以上帝佮高升伊。到极悬的所在，赏赐伊迄个搬过万名顶面的名，超越万民之上的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伫天顶伫地面，拢无一个骹头夫唔跪拜，无一个喙无称呼耶稣基督是主，来归荣光上帝。所以这保罗只一气呵成啊，就是讲对腓立比书第2章，就是讲咱就是爱学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今日咱要守圣餐这个我都全部讲了，咱就搁讲最后一点就好。咱蒙恩受掉，
咱知影谦卑的重要，合一真美妙。但是咱爱讲志意，有人讲翻做讲出力、努力，因为合一未家己产生，需要大家人做伙斗出一点仔力。你要互一个家庭食饭的气氛真和谐，每一个人拢爱斗出一点力。你莫互做老母的全部拢伊在做，至少咱会当捧一个碗、切一个刀啊，收拾，也是做一寡代志，也是讲好，有时我反省，我悔改，我啥物拢无做，无输转来就是，即摆无输讲无输嘛，即个嘛对朋友来啊，佮加两个打，所以我敢若出一支喙食饭，但是我至少会当安那讲一寡好话嘛，就是讲关心者、招好者，出一支喙食饭以外，佮会当注意讲，即摆咱食饭的气氛有好势无？咱即摆食饭的时阵有吵吵闹闹无？也是讲我至少会当祈祷，我会当食饭一个感谢，一个祈祷，讲主啊，你即礼拜教导阮，着凡事谦逊，凡事忍耐，求主你将即个听、即个智慧、即个稳定赏赐互阮，互阮有感恩的心来食饭，祈祷奉主耶稣的名，安尼，你心内所想的，其实。你祈祷有时祈祷无，我发现讲是你心内无甲上帝在对话，无靠上帝的话，所以你向要祈祷的时阵，你都要切换模式啊！对这个飞行模式、什么模式、手机模式、工作模式、煮菜模式，突然切得过来，基督徒模式、属灵模式，你向切袂过来。所以你不时都在心内有上帝话的时阵，有在感动你，伫咧想上帝话时，当然这句话就变做你的食饭祈祷其中的一句。你食饭祈祷才袂千篇一律，祈祷到囡仔拢讲，无即马是在背祈祷文嘛，所以这真有意思，所以祈祷实在是真趣味的事。你心内有上帝，上帝心内嘛有你，你的心内有耶稣，有上帝话，咱用这个来祈祷来起造，用和平三结连，互这个食饭的饭桌。这个食饭的氛围气氛是足和谐，祈祷听会充满。咱祈祷的时阵安尼讲，主啊，我要来食饭，做伙坐倒，求主你互阮这个交杯分享，有你的听，来温柔，来促进和平，来互咱的家庭充满这个什么光彩。我阁想到一首歌，讲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有温度。你要每一个人呐，你莫克其中一个尔，譬如讲阿克丁讲足够讲笑，拢刻意讲笑的袂使。你每一个人拢爱出一点力，互这个气氛运行底，大家人拢爱想这个代志，这个合意就会发生。大家拢咧生活中咧想讲，我要怎样互这条歌无好唱，伫我这个部分，我要负担我的部分。迄个所在袂使别人叫别人唱嘛，因为个人有个人负担。我要安那出一点仔力，尽力去保守。当迄个好意，你观察到淡薄仔适合淡薄仔奇怪啊。猫咪人甲猫咪人，爱拗啊。你是毋是要做迄个背负其中的迄个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囝。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毋但是伫今生，佮更加是来世永远的活命。这拢是咱的福，就是咱的旨意。咱来讲，甲主好大家讨，主啊，我袂得到。这无事今日用安尼，来分享。咱等下要唱的歌嘛是安尼。基督就是教会的身体，毋是一个组织，毋是建筑物，是一个身体，合做一家，成做一体，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美妙。咱伫主的厅内底合一是啥物？一主一信一世，一个圣神共一个身体，共一个望啊，
上天愿望，咱等下要伫爱餐即个合一内底 ，unity 内底，做伙来求主赏赐即个合一的心，赏赐一个谦卑温柔的心，咱要虽然所领受即份无共款才讲有从执事、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每一个人会即个温数无共，但是你就是怎讲，你要出一点力，我会当做啥？我会当倒分酒报，我会当交代，我会当量温度，我会当切刀啊！即个教会，我会当付出啥物？这是基督的身体。伫顶礼拜即个中级演习会内底，总务部牧师明年要接即个总务部，伊就讲我一个领袖就是教会硬体嘛是基督的身体，我要甲即个身体互伊清气，替基督耶稣洗身躯，为着生活每日就来洗身躯。咱基督耶稣搁较宝贝，毋是建筑物，是咱的基督徒每一个生命，是毋是有互主的保护，甲咱洗清气？互基督的身躯洗清气，互基督丰丰富富、欢欢喜喜住伫咱的内面。嘛，毋是只有住伫一个人内底，上帝超越一切，天地拢无够上帝来徛起，何况是咱小小的身躯？但是上帝既然愿意，伊就住伫咱内底。毋若住伫咱内底嘛，住伫咱中间，就是彼此欢喜的关系。上帝无爱你变做孤者一个目色真悬，看袂起人，无爱你做孤者，你爱去向人欣赏，向人学习，亲像猪啊，愈饱应该是安那？猪啊，稻穗越饱满，应该是越谦卑嘛。伊头会愈暗愈低，腰会当弯，袂安尼足强势，足强势其实伊足自卑啊，因为伊要证明讲我比别人较好啊。伊一切拢想要表现较好，因为伊看家己无，伊只好靠较好的表现，做一寡行为来争取，来你认同我，拜托你认同我。伊煞袂记得上帝已经疼伊。本来无称做囝儿的，胆已经称做囝儿；本来无受怜悯的，胆已经安那得到怜悯啊！上帝疼敢无够呀？总是撒旦要甲你欺骗，讲无够啦！你要互你的老师、你的老头家、你的朋友、你的中一档拢学到你遮活了有够出色，求主帮助咱。这英文讲了真水，above all， 超越一切，超乎一切，一切之上。咱所体会上帝，无所体会，也不过是上帝一点点尔。但是安尼已经真伟大。所以保罗伊体会上帝遐尼深，但是伊有遐尼感动，所以伊讲超越一切，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中。Above all, through all, in you all， 伫恁的内底，上帝家己嘛是三位一体嘛，所以伊无爱咱家己一个，伊爱咱三疼，疼无讲你爱就是2个以上啦，翁仔某，佮加上囡仔。时大，不断安尼扩大，求主帮助咱，今日学这个功课，那样5望伫幼所书第4章、第5章、第6章，拢来学习。既然咱忘掉、忘恩，做上帝囝儿基督徒，咱就怎样来活出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命，建立一个水教会的文化、健康的文化。在一起的文化，下面代志在一起，你看不起别人，他就不跟你在一起的，你就不在一起啊。看好人的文化，在一起的文化，注重关系的文化，求主帮助咱。咱只是来吟这条诗歌，伫咱电视表内底这条歌我足久无唱，我嘛唔知影出处是倒位，总是感谢燕荣我写伫外国试错简朴伫过去，我伫真正教会时阵学着这条歌，我感觉真感动，真正毋知对倒位来。总是伊的歌词真好，我真爱这种的歌，就是伊的歌词全部拢对圣经来。所以你会晓唱这条歌，你就已经会晓背这10圣经啊。所以无需邀请咱用这条诗歌，大家来祈祷，大家来唱，大家来
学习谦卑。好，珍妮。来，万事谦卑，温柔忍耐，应听心互相宽容。万事谦卑，温柔忍耐，应和平彼此激励。真爱保守诚信所属，正做一体的心。真爱保守诚信所属，正做一体的心。我邀请咱做徛起来，搁唱一届。万事谦卑，温柔忍耐，应听心互相宽容。万事谦卑，温柔忍耐，应和平彼此激励。真爱保守诚信所属，正做一体的心。真爱保守诚信所属，正做一体的副歌，真力保守。真爱保守诚信所属，正做一体的心。真爱保守诚信所属，正做一体的心。咱做同心来祈祷，主愿何等感谢你，互阮会牵得这个福音稳定的调。求主你也将属天的智慧、谦卑、受教的心灵赏赐互阮，互阮踮伫你的内面，互阮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互阮看别人比家己较高，互阮晓得谦卑。放落自己，互主你来引带阮。愿主你的心踮伫教会，互导引教会，成做一个三地祈祷、彼此扶持、有合一的教会。无论伫家庭、伫所侍奉的团队，愿拢尽力出一点仔力来保持迄个无容易的合一。愿主你的圣神赏赐阮，愿主你的圣神带领阮，阮也要通过圣餐。来甲主你同坐倒，来甲主你成做一家，合做一体，伫上帝国度内底得到无限的稳定。愿咱的感谢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咱由咱徛地吼，咱要来做信用的告别，因为咱今日真特别，无有洗礼，无有小儿洗礼，无有健身礼，但是有两位转正来到道行教会，请千珍姐甲平因来到台前，咱要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信用，然后要接纳因来伫咱道行长老教会的同会，请千珍姐甲平因徛伫头前，好，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用，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12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
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免。所以咱讲一个主，讲一个神，讲一个洗礼，相信讲一个应允。咱也共款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基础。所以老师伫遮，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官兵欢喜来接纳黄千珍姐妹甲林炳银弟兄，成做台中中会独行同会的正式会餐会员。咱拍拍甲因欢迎。好，会长请坐。会长请坐，请关怀小组长来敬赏一个真水的花，有纪念性来请这个节制小组木生来敬赏这个词汇是盼望小组对不？来送给炳银看镜头看这个摄影组千珍姐，咱已经熟悉到对这边熟悉到迄边去伊伫咱总是伊的会籍本来无伫咱遮对于无事甲伊分享伊讲伊真欢喜参与伫咱主理的事奉，伊嘛一直伫遐委身伊就欢喜转职来遮来咱倒行病因嘛参与伫圣歌队社青的团契，伊逐礼拜毋是逐礼拜，每一摆拢无缺席所以。欢迎安尼有认同教会，咱就自然就伫遮，咱就会当投票选举包括和会，咱拢是一份子。咱只是要来收主的圣餐请咱的服侍长老，也请咱来准备心牧师换遮耳麦比较近距离所以我说虽然嘛是挂开，这个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既然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我就徛伫门外在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三角食。要羡慕伊喙焦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你着饱。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主手术予保罗，捌安尼讲：
我为自受也捌传互你，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伊有摕饼作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伫主要所内底，基督厅内底欢迎囡仔所有属于伊的陪餐会员，参加来领受主的圣餐。咱大声做伙来祈祷，参加来感谢。至圣的主，为阮牺牲留宝贵的耶稣。现此时，阮照着你圣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属天的宴席，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因为你一摆献祭，互阮的生命来得到救赎，来得到完全，来得到圣化。愿一时谦卑恳求你，用你的圣神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有份伫你的宝贵，互阮对你稳定的帮赞，诚做属灵的朋友。互阮一生成长伫你稳定中，荣耀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同工来。这个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的疼。咱做伙来念220首，第1节，受主赎回。救主，安静的心来为家己祈祷，求主赦免阮所知唔知的罪，互阮检察家己的心，用悔改、真实、谦卑来领受上帝无限的疼。
这个饼是基督耶稣的宝体，为阮拍破上关心，保罗先生也提醒咱，咱着谨慎、慎重、庄严，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才袂抵到啉食家己的罪，无混乱上帝圣餐。为着你，我来拍破。这个饼是基督的身躯，为着你，我来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效念伊，咱做伙来领受。当主耶稣奉会迄暝，甲学生最后的晚餐食了后，伊也安尼旁杯讲：我要含恁立新的约，就是用我的血为恁所流出。这个血就是新约，咱就行安尼来纪念听阮的主，请服侍同工来拍杯。这个杯就是新约，为着赦免恁的罪所流出的。你若啉的时，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听咱恩典结活，留伊宝贵来受咱罪，咱做伙来唱第3节，来。求主听咱恩典结活，留伊宝贵来受咱罪。咱依愿安静阮的心来默想，主为阮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伊用重价赎阮罪过，互阮当时远远离开上帝，当拢得到清君了。本来是两边拆毁，两边分开，已经拆毁迄个中间隔断的墙，就是罪。就是人甲上帝迫害的迄个关系，主耶稣已经用伊的十字架成做迄个和平，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互咱甲上帝搁和，也互咱彼此搁和。
求主帮助咱来体会阮心中迄个坚固的营垒，迄个做营寨，互阮的心思意念全然归于伊，无搁被撒旦欺骗，被罪恶压制，愿但拢袂得到自由，得到讨放，享受活命，得到平安。这个是主耶稣的宝贝，为着你我的罪所流出的，你就行安尼来效念伊。兄弟姊妹，咱用感恩的心，做伙来领受主耶稣恩典的约。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对天荣耀降临的时，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基地，咱做伙祈祷来感谢。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你超越一切，你伫一切顶面，贯穿伫一切，佮充满伫万有。愿家对你极大疼，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圣餐，互阮明白你疼阮，欢喜阮，阮也是圣子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信的信徒，永远国的福的。阮的主上帝，阮甜美恳求你，当阮愿意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由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他以后来荣光主，来启示教会，建立基督耶稣荣耀的身体。愿咱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来受杯。咱会当搁来吟220首，吼，咱即条无真熟，咱会当唱第5节、第6节。我先读歌词，迄时听见扫角大弹，古琴文梦，一锤叮当。天使大声叫醒众人，主就过来。来，第5节来。你是要你扫把大担。
台港节第一主日，期待主耶稣搁再来。第二主日，咱着拍开阮的心，离开罪恶，迎祭主进入咱的心内。让咱备办心来奉献。大宽怜的主上帝，你是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听阮，赏赐你的独生圣囝来到阮的中间。阮要谦卑家己，备办阮的心来迎接耶稣基督降生。教会也借着活动来传扬上帝拯救的福音，求主带领还未明捌你的人来到教会来明捌主你的福音。阮献上阮淡薄仔金钱，做你事工的路用，愿主接纳。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
我来报告，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第4页。凡事谦逊、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必以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以弗所书4章20、30，做来念。凡事谦逊、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必以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以弗所书4章20、30，搁一遍。凡事谦逊、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必以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以弗所书4章20、30。第4面。咱看这个事奉表，这礼拜甲后礼拜担当的同工第5面，小的广告，今仔有守圣餐甲信用个别欢迎黄千金林炳云弟兄。转职到本会。第2点，教会举办圣诞聚餐，以小组为单位，每一个300块，教会补助。各关怀小组家己办理。要请款，爱伫12月26进前，财务部请款，因为年底爱结销，所以10月26礼拜后，各小组长一定爱到财务部去请款。第3，咱的礼拜这个恢复实体的礼拜，看第5点，就是维持9点15。进前咱就来教会遮备办心练习，而且会当安静你的心，不止练习，佮甲上帝有好的这个祈祷，唔通高谈讲话。本会消息，今日暗时7点半伫柳湾教会举办台中圣乐团年终的音乐会，本会青年。陈宣慧、郑百里有演出，详细伫公布栏，请欢迎兄姐前往参加。第2，后礼拜主日大港节第3主日，由兄弟团契点集看第6面。第3点。青少年团契年会选举结果，会长黄依嘉，会计罗丰武。第4，后礼拜日12月12是台湾新学医奉献主日，新学医派甘榜东强牧师来请安甲讲道，这是立行教会牧师咱林牧师后礼拜甲伊交换讲台，请关心新学医的这个事工。第5，12月12， 12点半伫3楼开中集会。第6，咱总务部真用心即马要整顿教会的这个环境，所以包括粪扫。所以第1点，咱也是会友呢用餐这个便当甲餐盒，一定爱放伫粪扫的区域，爱放互整齐。所以包括遐个厨余、餐盒、纸、塑胶即分类垃圾呢，爱摕迄个粪扫区甲伊放好。饮料杯
就是爱洗好清气，吼，莫无细心吼，迄个狗遐会扫来去，所以爱洗好清气，啊贴无做伙。咱兄弟若是有物件放伫迄个冰箱吼，咱厨房的冰箱一定爱写名佮日期吼。那超过一礼拜呢，咱教会就直接甲处理掉。总务部迄个总务干事吼已经退休啊，所以即马无提供福音车的迄个接送。第7点，伫各行政单位团契伫12、19进前，爱甲后一季吼1月到3月才服侍人员甲聚会表吼，爱交行政干事。第8呢，后礼拜有举行12月份的寿车庆生吼，名单吼请家己看，若有错误的吼，请往为主会接受更正。咱团契甲小组的消息，咱的团契聚会吼，等一个礼拜后呢有妇女团契的聚会，啊，搁再社青团契聚会。少年团契是伫即个拜三吼，礼拜三有聚餐啦吼。青少年团契、美妙小组、节制小组才会聚会哦，请咱家己看。原来协会的消息呢，才有3点吼，咱家己注意吼。安尼等下才会带到事项，请牧师来带到。咱看第即个后面吼，后面的。财务报告吼，财务报告奉献的报告伫11页啦吼。如果有错误呢，请往财政部部长吼反映。以上。好，咱来进入大岛。今日敢有新来朋友，如果有代表教会来欢迎，会后礼拜后会当甲牧师所有兄弟做伙来交易。咱等一大岛为着受竞选或者的团契首长来祈祷，上帝会通过因建立团队，毋是靠一个人孤军奋战，这真辛苦，果效嘛有限。人起造团队，三地祈祷的团队，为着机体关怀重兵伤，大院中民军切片检查。准有伤目睭会当愈来愈好势，足阵这喙破发炎，由此医治手术好的困眠。美云姐愈来愈好势，伊也无需要用到化疗，化疗就较严重，伊第一期是放疗、放射治疗。民旭兄伊然后吞咽退化，营养较不足，需要大家祈祷。今日特别欢喜看到。金銮姐，咱为祈祷诚久，伊的皮蛇拢渐渐改善，迄神经痛实在是真辛苦。金銮姐伫倒位？伫厕所。袂要紧，咱知影伊的状况，咱拍波啊，甲伊欢迎啦，足久无看到伊，今日有来礼拜，好，咱即时就做伙邀请咱徛起来，伫主的面前，咱做伙站立伫主的面前恭敬来祈祷，你会当为你家己所拄着无合意的所在，求主赏赐合意谦卑的心，咱做同齐出声来祈祷。感谢你，祈祷的时，即时极好，我的心无过忧愁烦恼，我要将我一切的忧愁、看虑、看哀、重担、病痛。忧闷、艰难，主啊，阮拢要交托你，愿主你应允。既若落考背重担的来求问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啊，伫世间有苦难，总是你已经较赢世间。主啊，甚至伫阴间有死亡，主啊，你已经得胜阴间的权柄。主啊，伫世间愿拄着病痛。主啊，阮要靠主你的恩典较赢。主啊，你的恩典的确较赢。主，阮要宣告，你要保守阮，点彩伫即个中间有人无徛名伫顶悬，
做徐宣姐等等，祝你疼惜因，保守因的活命，恢复因心灵勇行，互因得到恢复医治的愿望，得到心灵的快乐，心灵的喜乐，就是上好的药啊！主啊，求你随时看顾，也保守上年妇女兄弟。青少年、主理二、圣歌队每一个团队，被主你来起造。主啊，这个起造有时需要拆毁，拆毁阮的观念，拆毁阮的个性，拆毁阮的偏见。主啊，来起造一个属上帝合一、彼此尊重、欣赏的团体。主啊，阮感谢你，也赏赐阮伫家庭、夫妻、爸囝拢有合一，拢有相听，来看见主你的恩典。何等的长阔关心，超越一切，充满万有，贯穿万有。愿安尼献上阮的祈祷，愿你耳耳较听，耳耳较听，听阮恳求的声，成做芳芳的祭，献上伫主耶稣，愿宝座顶圣洁的羊羔，万王中万主的主，感谢上帝，愿一切荣光而乐。称赞拢归伫宝座顶的圣洁羊羔，阮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咱来行平安礼，咱先来彼此吼，即马唔知爽放会使握手，袂使握手，我无去了解吼。总是咱会当用一个温暖的笑容吼，用一个亲切的安心吼，彼此来祝福。望咱成做一个彼此相听吼，好，咱来唱这条歌吼，周报内底凡事温柔，用较轻快，吼欢喜的心，吼，莫唱了伤叮当，吼，来唱合一的心，来，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激励，真爱保守诚心所属，加做一体的心，真爱。诚心所属，正做一体的心。这回来吟上吟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诚心观念，甲咱感动，行去达人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抱，只是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常常甲恁众人三角伫地，互恁伫主的内面，成做一体，合做一家，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